什么都躺喺度亮亮嘅省，作定传统生活就创业历年前呢，创定指点嘅各位，亦喺公园嘅那么下乡就出1年100嘅合资。我们兰州卡纳布举办合祭的时间，通常都是在迎接到夏天的时候就进行所谓的合祭。那么下乡嘅南面前海可以拍500公尺以上，河巴船但是喺法苏纳十块第一嘅微数嘅生活当多，对以前第二大唔大粒落色粒就冲年来讲，行卡喺生活粒主要内容。合祭对这个州主一个南州的一个记忆是非常的重要。那因为以前他们在他们的祖先都是有靠着这个男子仙溪这个来吃这个鱼或者是虾、螃蟹来维持这个生活。就出中落啲河巴船饮铁资源高協，有唔樣嘅了協河巴都會嘅下降，高標業逐降度，推表幾年呢，但唔係會有好年度，一咁切河巴養育自然。希望在这个合祭的当中呢，能够捕捞很多的鱼，然后也请求河神能够给我们在河里面一切的行动能够平安无事。男子仙溪对我们这个全乡所有的部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以前祖先就是有这条溪，所以我们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祖孙源源不断。那所以这条溪它是从这个义山山脉流下来的。那所以而且这个水很清晰很干净，然后水里面的所有的一些生物也是非常的一个珍贵。那所以我们这条男子仙溪对我们那玛夏乡整个乡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饮用或者是灌溉。當大上嘅30年前，因為那瑪夏鄉另外透露嘅規則，當到人客來到呀，污染嘅河巴，嘅下角收起當多，一直到19年前，那瑪夏鄉面發現富含源頭，河巴船隨時可以到順海業順等河巴，無日無夜順等河巴生態。我们那个行溪人就是日班，就是维护河川，然后就是捡垃圾，然后就是入溪口的杂草砍掉，因为我们是整条溪都封起来，因为我们有一定的时间会开放。呼吸是希望我们能够一方面是教育不要随便这样子去乱捕杀，然后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溪里面有一条这珍贵的鱼类。而且现在是比较少了，所以经过10几年的这样子的一个保育，那现在保育有一点点的成果。那么前海流域一成為台灣野生動物保護區度，唯一係5個為主嘅保護區。幾條河巴生態正做得天天的恢復生機。这边的大部分都是高深固语，然后河氏旗蚌、马口、石滨，还有一些我们保育的就是爬岩鳅，这是列入保育，其他都是没有保育。那麼下鄉一當出南面前海豐富嘅生態，到處權係佢嘅特色。聽講啲400年前，本地啲迦南平洋嘅就創業，本其他出權局照來到南面前海船嘅台地來吃。下後數量最多嘅布農族、客家、河洛。台灣也就出缺，也要上生意來。Second harvest kami naman madadalang ay misisya sinto at mudahan kami kusenti siya sa minggutan at inakanganay kunyan to kingan。74嘅喜慶協作定傳統嘅布農族生活，佢正入當貼片係布農族嘅模式。老布農村人聽說，老天生交通，從佢嘅花度也係生活習慣度，當然看得出老客家有乜關係。唔過啲普羅地度，佢哋會加速日本人安作賣硬硬，意思就係祖先係漢人。我爸爸以前說叫我說，
我们祖先是从那个新竹客家人，因为那个我阿公的爸爸他跑到山上去了，因为那个原住民喜欢打猎嘛，带那个火药啦，带那个子弹啦，所以在那个原住民里面找到了一个布农族的太太，娶太太了以后，就在那边生活了。老大部分原住民信基督教也係天主教無一樣嘅，希望係維持啲漢人嘅祭祀文化，服侍啲當道嘅禱告嘅神明，甚至係拜阿公婆。我们以前的那个祖先的那个客家人，大家有看我们的，在那个布农族的地方是，他们拍的有几个人，他们今天有上来，他们有访问。因为我们以前祖先是从新竹生来的，他们是还有日本时代。所以呢，我们这个后代没有拜一个祖先，公妈的话，我们后代永远赚不到钱了。我爸爸说，最好做一个公妈。乌尼那苗面上，你那东安海，邓天寿也是祖宗的客家人。因为它这个袋子里面有那个有黑的在里面保护，一透下去它如果晒不到阳光，它就会变金黄色。好暗嘅啦，哎。中用兩甲鐵兼防範酸嘅天甜素，係客家移民嘅第三代。阿公啲日本書嘅時節，本日本人從竹東派來一片湛種樹用腦。早期那时候，我的祖父那时候，他们为了要去当兵，日本时代他们要抓去当兵，结果他们就逃兵，逃到山区来做长老。如果做长老有日本他就不会抓去的从兵了。下喺日本戰派嘢，大部分嘅漢人也離開南亞下鄉，轉到平地嘅甲涉岐山亞島。留下來嘅漢人，一啲南面線海水天氣。原住民都是往河邊在跑啊。那你們的客家人？那客家人比較少，那時候是往山上啊，做長老有時在深山裡面嘛。但是你們還是住平地啊？對，對，到最後還是跟他們一起啊，住在河邊啊。好，水比較方便。一啲漢人，但是要係大南國，亦係造成啲來落實。像我哋冇做睇解，我都即係帶關係嘢啦，功夫都將打工啦，係坐南嚟先。即係做馬先啦，吉種啦。加上做工都散掉都少睇你啦，少睇你啦冇咪啦，大部分都係散行啊，bằng kiếm先年啦，加上係散kiếm先年先多嘛，散大行嘛，所以一個係坐南嚟，啲冇寫南嚟坐南嚟講，比平地嗰個工業嚟講係啦。76歲林延新，這裡講係南亞下鄉現客창出，韓做的為國為塔合法移民天二胎。第幾隻南亞下鄉都早期開店嘅做生意嘅，但是係將林延新安陽嘅漢人為主。大部分加上做平地人做生意啦，原住民我哋講嘅咧，原住民有點少嘛，分錢多嘛，而人用人就話係就冇法度做冇錢嘅嘛，冇錢補貨就係咩都關門嘅。南亞下鄉呢係一個研究，但是最核心基督教。唔過呢，啲民族出使有一個神聖嘅王廟，佢係亞菜地嘅漢人最重要嘅信仰中心。到為暗婚時節，一個以色列神聖嘅王廟，就會有一群人第一片大追鼓。神聖嘅王廟除了係信仰中心，還係當地漢人聯絡感情嘅重要位所。原住民都，你看他們都每個禮拜都，星期三、星期五和禮拜天，他們都在教會聚餐。我們這個拿槍呢，我們就每個晚上，我們沒有勉強啊，要自動的你來，我們就在這裡聊天。不過，到深圳國王廟設會嘅人生起來嘅少嘅，照行政嘅校委會2004年嘅客家人口資料調查，
那麼下協歸鄉嘅大概有300客家嘅行業，不過2008年嘅調查度，沙창村島將近137嘅行業，相較4年嘅統計，行業嘅比例就少為將近1半，更加呈現出當地行業嘅本源同化嘅速度。變成在這裡生活了，我們都是指那個原住民嘛，哦，根本不會講話客家人啦。哎，那個我們講話就講過了，有一點那個閩南話，懂一點點那個是也是不標準啊，不是我們的話也沒有很標準啊。什麼樣冇遇到晒，我哋講睇佢會講唔行啊，個會講緊係啦，睇本咗行咗唔記得你唔會講嘅啦。佢冇等於同人講啊，你我叫咗唔記得嘢嘛。客家少數嘅案件，除了客家係少數以外，原住民土地繼承嘅規定，多少也涉及到同化枷鎖。頭尾唔做唔得啦，日本時代人錢少啦，光復睇到都慢慢都就同風嘅啦。加上係把慳咗嘢就係，我哋冇可能同原住民同風嘅。所以我擺屍體係讓佢哋同風，讓佢結婚嚟嘛。當時遷到三民鄉內哈，因為這個是山地保留地的那個管理辦法，因為我們漢族都沒有辦法繼承他們的保留地。所以都跟他們用租的。對。除非我們有辦法說娶了原住民的老婆，才有辦法。因為那麼下協，但是係原住民保留地，唔係原住民身份，冇辦法有土地所有權。呢度行業就用同法，天然變作不農創業。呢地是保留地，我應該搬嚟佔個地唔得嘛。邊件錢都不應該投了，不應該，仲出係第三台咧，都要定義嘅原住民咧，見到本地的要搬嚟雞要佔落地就搬嚟得咧啦。我就先發到整定穿到同進來咧。第不農速度。係講祖先係行業，也係好多人做分配本按作賣藝藝，也係賣撥。呢度賣藝藝，但是因為設計係原住民，唔過都係一個老不農創業冇同樣嘅名號，也就表示佢就被劃作另外一種不農創業，形成特殊嘅互通關係。一般也缺要客家欠白嘅不農創業，對客家對部落都有一些嘅感覺，差唔清唔楚嘅感情。